第四章，安尼讲来，咱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？设使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伫上帝面前，并无可夸。圣经讲什么呢？讲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做伊的义。做工的得到工钱，无算恩典，就是应该得的。只有无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做义的上帝，伊的信就算做义。拄拄亲像大话，称迄个伫行为以外得到上帝算做义的人是有福气。伊讲得到赦免伊的过失，遮砍伊的罪，这个人是有福气。主无算做有罪，这个人是有福气。安尼看来，这个福气是单单加互遐会受割礼的人吗？无也是加互遐会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为阮所讲亚伯拉罕的信，就算做伊的义，是怎样算的呢？是伫伊受割礼的时阵呢？是伫伊未受割礼的时阵？毋是伫受割礼的时阵，就是伫未受割礼的时阵，并且伊受割礼的记号，做伊未受割礼的时阵，因信称义的印证，互伊做一切未受割礼来信的人的老爸，互因也算做义。搁做受割礼的人的老爸，就是遐个毋但那受割礼，并且照咱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来信的踪迹去行的人。因为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，的确得到承受世界，毋是因为律法，就是因信来得的义。若是属伫律法的人，则得到做护士，信就归伫虚空，应允也就废去。因为律法是惹动受气，倒落无律法，迄位就无过犯。所以人得称做护士，是本伫信，因为安尼就是属伫恩，互应允定然归互一切的后裔，毋但那归互遐个属律法的，也归互遐个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亚伯拉罕所信的，是迄个互死人搁活，互无变做有的上帝。伊伫主面前做咱世人的老爸，亲像圣经顶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罪国的老爸。伊伫无通仰望的时阵，因为信有缘有仰望，就得到做罪国的老爸。拄拄亲像先前所讲，你的后裔特别安尼。伊将近100岁的时阵，虽然想到家己的身体亲像已经死，杀戮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伊的信心也是无软弱，并且仰望上帝的应允，总无因为毋信，心内起犹疑，反倒因为信，心内得到坚固，将荣耀归乎上帝，搁满心相信上帝所应允的的确会做成，所以这就算做伊的义。算做伊的义的这句话，毋但那是为伊写的，也是为咱将来得算做义的人写的，就是咱这个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死来搁活的人。耶稣受交互人，是为着咱的过犯；搁活是互咱
稱做義。